各位兄弟平安，今仔是7月15，咱拜四的时间，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伫即礼拜内面，拢有得到上帝的看顾。咱继续来关心伫咱的台湾有真侪还未有消煞的这疫情，希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渐渐好，会当渐渐会当来恢复正常的情形。希望上帝也帮助咱，互咱透过咱的国家、咱的政府的官员、咱的咱的社区内面，会当来保守，互咱伫即个疫情冲动的时，咱犹原会当平静平安，也有真好的安排。毋管是拍即个疫苗，也是会当保护咱家己，互咱无受到遮个灾害，也会当来保护别人会当平安。咱今仔所要看的圣经，伫歌罗西书第1章15节到23节。歌罗西书第1章15节到23节。歌罗西是即个新约内面保罗所写的保罗先生所写的一个书信，对歌罗西的教会。歌罗西书第1章15节到23节。若有，请咱会当来掀开圣经；若无，请大家来听。牧师伫遮来讲即段圣经。歌罗西书第1章15节，伊是未得通看见上帝上，伊是头一个生的，伫拢总受创造的大生，因为万物伫伊来创造，伫天顶甲伫地顶的，拢通看见，甲无通看见的。也是座位的，也是治理的，也是办政事的，也是掌权的，万项有拢是对伊，也为着伊接受创造。伊伫万项有的大生，万项有点伫伊来三角徛在。伊是身躯的头，身躯就是教会。伊是元起头，对死人中起来的头一个生的，佮互伊伫万项有中做第一，因为爸欢喜，互一切丰盛点伫伊，已经将伊十字架的血来成就和平，就对伊互万项有，甲伊本身搁再和，也是地上的，也是伫天顶的，也是对伊，搁忍平素伫歹的所行，甲上帝过当，心内做对的，打伊。伫伊肉体的身躯对伊的死，已经互忍搁再好，要互忍才会成圣，无瑕疵、无通嫌的，徛伫伊的面前。若忍长长点伫信，有地基搁坚固，无受摇动，来离开福音的仰望。这福音就是忍所捌听见的，搁是传伫天下。拢总受创造者的中间，我保罗已经设立做伊的采用。阿们，愿上帝祝福伊的话。咱今仔所看这歌罗西书，这是保罗先生伊关伫监狱的内面，伊受了关伫监狱，要去到这个罗马来为着上帝来做见证，要踮伫这个罗马的皇帝面头前来做见证的时，伊受关监。是所写的一个书信。当伊所写这个书信要互众人通知的时，咱就知这个歌罗西的教会，这个众人因所知影甲因的信仰是啥物。所以保罗先生真时常写批来鼓励着真侪教会，互因来知真正的信仰是啥物。兼且有真侪人的信仰是透过讲阮有真侪即个做真侪好的事，也是讲阮做真侪好代志至到会当互上帝来欢喜。咱的民间信仰也有真侪亲像安尼，有真侪人亲像讲我爱做好事我爱有即个功德，也是讲我爱有即个拜拜，才会当来互即个生命来欢喜。总是保罗先生甲咱讲到今仔日所讲到即件伫信仰内面真重要的事，就是咱是透过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死，互咱会当甲主会当来相和，会当互咱会当甲主伫主的内面来成就即个和平伫主的内面。所以毋是透过啥物人较敖
毋是透过啥物人的行为，毋是透过人的即个功德，咱才会当甲上帝来接近，是透过耶稣基督成就即个和平，互咱会当徛伫主的面头前。伫圣经内面，咱头拄仔所读的圣经内面讲，主是头一个的，伊是上帝本身的像，伊就是上帝家己所册来，互咱甲伊会当来和平的即个册遣。所以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看见，咱如今会当来到主的面前，毋是透过咱家己会通做啥物，毋是透过咱家己外交，也是讲咱家己真厉害，也是讲我会当用啥物款的方式、好的行为来接近着咱的主。是透过耶稣基督，互咱会当甲主来相和好、相连结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传道者也是安尼。传道者所做是上帝的催用，将上帝甲咱和好即个好的消息来传互众人。所以，望上帝来帮助咱。有真侪异端，也是讲真侪毋对的信仰，是透过讲用着人，也是透过啥物人，才会当甲上帝来连结。也是甚至讲，你着爱透过你好的行为来甲上帝有相结连。伫咱的信仰内面，当然毋是讲咱着无好的行为，是咱的好的行为，是因为咱会凭着信心，祷告上帝，互咱会当有气力来行好。所以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是透过耶稣基督，互咱甲伊来结连相和好，祷告咱的活命，咱的所做会当活出主耶稣的活命。所以，望上帝来帮助咱。透过咱今仔所看的圣经来通知影，咱一切会当甲主来和好，是因为透过耶稣基督，毋是透过啥物款的人，还是透过啥物款的物，是透过耶稣基督，咱甲上帝会当来相和好。望上帝来帮助咱平安。